部地区92.9城市广播，台南地区97.1台南之音。现在所为您进行到的是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我是彼得。那么今天节目现场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可能是今年国语歌坛当中最资深的一位新人哦。我们来欢迎王世贤王大哥。彼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王大哥在最近发行了自己的最新专辑，叫做《一起去幸福》哦。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呢，跟主持人本人一样就惊讶啊嘞。是一张国语专辑耶。是啊。对，怎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改变呢？突然间，其实从唱歌到现在也差不多10-20年了，然后一直都唱闽南语歌曲。然后这一次的国语专辑呢，对我来说，其实我很早以前就一直想要做了。然后以前也是 ICL 的青春之星出来。然后直到去年就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就好吧。想想也试图的想要去挑战自己，让人家听到不一样的王世贤这样子。对，所以说就决定了要做一张国语专辑。好好的去挑战我的极限，这样。是，其实做国语专辑跟做台语专辑应该感觉还蛮不一样的，对不对？尤其是唱法。当然要在这做这国语专辑，其实还有个企图心，就是想要多去涉猎一些不同的一些类型的音乐这样子，然后多学习一点东西。那当然也有难度在，因为长期唱闽南语，有些方式方法技巧，可能都不适合用在国语的领域里面。大家都知道，闽南语唱歌或许它比较注重的就是那种会靠啊，比较露骨一点哈。对。然后国语专辑国语歌讲究的就是那种氛围，那种氛围，然后你不能过重，然后比较内敛一点，比较内敛一点，然后所以说在像《一起去幸福》这首歌就蛮有趣的，因为它是国台语的交杂，然后在整个唱歌的那个情绪上、共鸣上，你要做一个很大的调整。那当然我在进录音室之前。当然，心里也调试得很好，就是一定要重新归零，然后让制作老师来重新来雕塑我。那当初一开始在接唱这种国语歌的那种感觉啊，有没有在里面被那个制作人老师雕很久这样子？其实还好真的叫我天分啊嘞，没有老师对我很客气，对我很客气。如果不行的话，或是氛围觉得不对，或是说我矫枉过正了或是说我之前都已经 setting 好的东西，然后老师唱出来不是老师要的时候，他就会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喝口水，吃东西，聊聊天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因为我都已经 setting 好了，所以说老师觉得。既有的东西，不要想太多，就先把我拿掉，然后就借由聊天、吃饭啊，让我淡忘，然后等到我没力的时候，说：“世贤，走吧，我们进去再哼哼看哦。”那当我没有想法的时候，我只专注于音乐的时候，专注于歌词里面的意境的时候，那反而我不经意唱出来的那些感觉，却是老师想要的东西，可能还不错这样子。对，然后老师说有些歌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去 setting 啊什么的，但是有些歌是那种比较讲究氛围的东西、内敛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就不用太去准备，你只要熟了，然后进入情绪，对，有些时候你不经意唱出来的东西，却是我想要的。是。那不过呢，王世贤大哥做这一次的转变啊，台语专辑转变成为国语专辑，那其实国语专辑也有非常多种面貌嘛，那感觉你这一次听起来给人家感觉还蛮正面的，一个轻摇滚的路线，而不是走的是那种国语一般可能很多歌手会走的那种情歌路线，有没有？老师可能他对我这个人，因为我是学体育的，然后其实我有一些很多的人生观，不管是人事物，处理的方式都还蛮正面的，对，想法上还蛮阳光、蛮健康的，所以说他就觉得你蛮特别的，然后大部分的歌都蛮励志的，那我个人的个性想法也都是这样，然后其实我对我的事业其实就好像。在足球场上的那种拼劲，对，然后就是努力，然后用很正面的想法，然后去面对所有的难关问题都好，然后就
其实这就是王世贤。所以这次老师所要打造出来的感觉，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到最直接的王世贤，然后对，这张专辑等于是符合你自己的个性啊，可以这样子讲，然后应该，而不是说用一张专辑来打造不一样的王世贤。没有他觉得或许世贤你会觉得就是说，好像唱国语歌，我必须要重新帮你雕塑一个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其实他说没有那么严重，他其实。当你不经意在唱一些歌的时候，其实早就有你王世贤的影子，只是说别人或许当下不习惯，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你唱国语专辑，然后大家不习惯你的发音、你的个性、你的什么的，那其实我没有办法去把你的声音做多彻底的改变，那个是没有办法，就算可以，但那个也不属于你王世贤，也不像你嘛，所以说他非常非常尊重我原始的声音面貌、个性，他说。这就是王世贤啊！你为什么硬要把它变得好像不像王世贤这样子？然后这才叫国语专辑，然后这才叫重新去雕塑，其实就有违背了人性这种东西，没有错。而且这次的专辑在推出之前呢，其实唱片公司那边找来非常多名人来推荐吴念真导演啊，李烈啊，五月天、黄子佼等等，甚至陈升大哥还说你的歌可以跟苏打绿、跟五月天的来掐边啊之类的，你自己怎么看？他太夸张了啦！那其实大家都是师兄师弟嘛，他以前曾经都一起在滚石，然后。说实话，这次非常感谢这10几位名人联合推荐，对联合的推荐跟给我的一些加持，给我的鼓励，所以说压力真的蛮大，真的不过大家听起来感觉还蛮不错啦尤其是这一首《一起去幸福》这首歌，听说现在已经是很多结婚场合当中必备对不对？真的蛮开心的，无心插柳啦，刚好这首歌，然后刚好。就结婚潮嘛，对，然后他们也蛮喜欢的，那当然我也蛮开心的，希望这首歌能够继续让大家去传去那个，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这样子了。我觉得一定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像现在这种氛围啊，社会压力啊，生活压力这么样的大，对，然后好像想结婚的也不敢结婚，想生的也不敢生啊，然后想追求的也不敢去追求，然后其实我也希望借由这些歌，让大家能够勇于去逐梦，然后其实只要你用很正面的能量思维去看我们的未来，其实你会有一个很 happy ending，有多一点的勇气就对了，要一定要勇气。好，那现在呢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歌喽，一起去幸福。虽然我没有白马，但我的心从不虚假，因为爱不需代价。Oh baby， 决定去幸福吧，莫管别人怎样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你是我最甜蜜的牵挂，无人会当作懂我，为爱闯天涯。亲爱的，咱是孤地等下悲剧冰就要融化，我听我爱你，你爱我。你是我最甜蜜的牵挂，无人会当作懂我，为爱闯天涯。好，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王世贤大哥呢在最近所发行的最新国语专辑《一起去幸福》当中的这一首同名歌曲，叫做《一起去幸福》。好，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王大哥稍微聊一下自己的一个出道过程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王大哥最早也是参加歌唱比赛来出道的，对不对？是，我记得我在念体专5年级的时候，我是五专的嘛，对。当我在五专5年级的时候，然后学长就邀请我去参加那个时候 ICRT 举办的青春之星ICRT 所以唱的是，然后我们都要自创曲，然后学校
我们是 band 嘛，然后我学长就自己写了一首歌叫《良夜》，然后我们在学校都会有班级歌唱比赛，然后他发现了我们家，就邀请我，对，跟我2个同学还有一个学妹，我们就一起组个 band，然后他写的词曲，然后我们就去报名参加，是，所以是一个 band 的一个形式，而且是演唱国语歌，是哦，所以王大哥以前是 rocker 就对了，没有了。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坦白讲，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 band 啊什么的，没想那么多了，只想好好唱歌嘛，好玩，那个时候只是好玩，然后后来也蛮意外的，58所大专院校我们就进入前10名，哇，好厉害呢！然后在滚石录了一张合集，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然后每个人就赚到8000块，8000块，录了那一张合集赚了8000块，对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就是等于其他的团员这样加起来，是。那么好玩的。其实王大哥之前有讲嘛，是体专毕业，踢足球的，对不对？啊，对，我主修足球。踢足球跟唱歌其实是，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对唱歌没什么帮助，但是也有帮助。哦，有帮助。踢足球对唱歌有帮助，因为唱歌需要体力嘛，要气力。那其实基本上我们的身体状况当然就是比一般的歌手来得强。人家说铁肺，我们应该也算属于铁肺那种，所以算是有打下一些体力的基础啊。对啊，那你说韵律上，其实运动都需要要有韵律感，对，一定要有韵律感。如果我们这样用科学的角度来推敲，事实上，不管你是跑步，你是踢球，你是学舞蹈，你是学器械、游泳，其实都要有协调性。那协调性就有讲究到就是那种 timing， 对，那种旋律一定会有的。曾经有些人练110高栏啊，400高栏啊，400中栏啊，其实一些选手他们戴 Walkman， 其实他们都是在听音乐。其实我们在给自己放松的时候，我们也要听音乐，也是在听音乐。对，我们都是在听音乐。我记得我曾经在念书的时候，有很多学长啊，他们对音乐也是非常在行。所以说还是蛮有关系的，不能说完全跟音乐没有关系。不过这2项都等于是王大哥最大的兴趣就对了啦。对，一个已经变成事业了，当然唱歌这个部分已经变成一个事业，但是足球其实还是你非常大的一个兴趣，这样子。对，就没有办法忘记，因为我从国小就开始在踢了，体专，我已经踢了10几年的足球。那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世界杯啊、欧洲杯啊，会痒哦，脚还是会痒。好，那其实王大哥早期在录了这一张，像刚王大哥提到这张合集之后呢，其实早期自己也是有发行唱片，过程很辛苦，对不对？对啊，那个时候，应该说，我发行完国语专辑之后，我就进了力歌唱片，对，然后他就希望我能够唱闽南语专辑，那时候我也蛮讶异的，为什么？他们的解释是事前你如果从闽南语专辑出发，胜算比较大，然后再来呢，闽南语的专辑歌手，可能没有像你这种形象，对，比较健康型的，像国语有邱海正，对，是打篮球的嘛，有杨烈，也是体育的，对，他们都比较健康，然后闽南语比较少，那我想想也对，好像有道理，好像有道理。那闽南语呢，我涉猎不是很多，那变得我还有一段时间必须要去练歌，然后就很顺利。但是出了专辑不到1个月就去当兵了。那时候出了1个月就去当兵，当2年吗？1年10个月，1年10个月，大专兵嘛。然后就后来回来。退完伍回来继续出唱片的原因是，可能就是也因为经济的关系，然后那阵子就比较辛苦一点，可能自己要去筹钱啊，公司上班啊，等于是做2份工作啊，对啊，因为也需要赚钱嘛，对，所以说必须要去公司上班，然后什么都做，业务啊，宣传啊，或者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帮忙接送啊，老板啊。客户啊，等于是还要再当一个上班族的一个身份啊！对啊，因为基本上房租、水电就有了，都要钱。因为刚出道，不像我想的那样子说出道就有钱可以赚，不是光鲜亮丽这样子完全是2码事，很辛苦啦，差很多。那当然就要经过一段的时间，让大家认识、肯定你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有商演，对，当然。
对，所以说你必须一开始可能为了房租啊什么，你必须要先在公司上班，有个底薪房租水电基本上 cover 的过去，对，然后再来就要想赚钱的事情，轻跑通告1350，这些都是钱，所以说你要多上一些节目，对，然后要不然打歌的时候你只能靠电台，然后跑夜市，跑一些百货公司的 SP，所以等于是王大哥早期的经历其实真的蛮丰富的，现在回想起来蛮好玩的啦，因为就是有这些的历练啦，那所以说你就会更珍惜现在，而且其实王大哥早期也唱红了很多台语的经典歌曲哦，像刷中昂，对不对？香囊金桃，香囊金桃，这几人都我们知道这是王大哥的原唱呢。因为那个时候坦白说，新人要上大型的综艺节目，几乎很难哦，很难，然后歌很红，然后你真的很红你的演艺圈的地位跟你的知名度就是没有办法跟歌的知名度相提并论，然后那个时候也蛮感谢说那个时候的吉马大队唱，他们把这首歌给唱红了，然后很多大牌像二姐啊，对，那时候陈英杰啊、罗时丰啊，他们就唱对唱的东西，然后就把这首歌唱得更红，那更红，那可是没有人认识我，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急，有点紧张，然后就想办法，突然第二张专辑《雪中红》。有搭连续剧嘛，然后林福地林导演就请我去演戏，然后没有酬劳的，然后我就想说，不错哦，演连续剧1个礼拜有5天，然后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我，那大家就会认识我，然后就会顺便知道双人枕头雪中红是我唱的，是，结果人家只记得剧中人物的名字，原来看戏的叫影迷，听歌的叫歌迷，这是两码事，是，所以人家也不知道那首歌是你唱的，也不知道。然后后来是因为认识了一些制作人，然后比如说像龙兄虎弟啊，这些制作人，然后他们在外面也有承包一些 case， 比如说工地秀啊之类的，很有名嘛。对，然后我们就亲自去拜托大哥，能不能让我们上一下工地秀？对，或我上一个龙兄虎弟然后他也很阿莎力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很卖力的演出，然后我演出的第一个桥段是什么？就是广播剧。广播剧在龙兄虎弟里面演广播剧，以前呢早期的一些先辈在还没有在好像在黑白电视还是黑白的那个年代，广播剧非常的盛行，对，就像五六天有没有？对，有，我知道，在讲古的那种，对，公告，公告人家那个广告也蛮有趣的，高飘，听到高声的听到高飘，经常几个来一百高，M8咯，贵那种，这有意思呢，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把这个拿出来表演，然后结果得到飞哥的赞赏，对，然后今后就可以参加很多次的一些龙兄虎队的录影，然后就开始模仿，然后飞哥也很帮忙。原来你是香囊金桃的主唱我拢想讲是罗时丰啊，什么人？对啊，哇，跟你讲，雪中红嘛是你唱，哎呦，不得了啦！然后就是让这些大哥来帮我宣传，对后来才渐渐大家都知道双人枕头雪中红是王世贤唱的。对，哇，那等于是也是走过这一阵子非常辛苦的时候，蛮有趣的。原来让大家知道这2首歌是王世贤大哥唱的关键，就是因为你广播剧的对吧啦？高飘，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有才艺嘛，才艺表演啊，音乐教室对吧？对，那就想破头，你懂吗？那每个人的才艺，除了你模仿你要模仿1个、2个、3个、5个，哇，越来越多。对，然后你一直模仿也不对呀，然后也要有别的才艺。那足球你也只能表演1次啊，每次都上去顶球也不行，对，也不是办法。对，那开始就要去找一些又有趣，然后又不是现在大家可以很轻易看得到的东西。对。那我那时候就选择了广播剧，然后开始在学公告，要有时候要讲一段故事这样子，然后自己要做一些音效，还要收集音效对呀，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拿了2个瓷的杯子在那边磨啊，那声音出来就
就是好像晚上恐怖的气氛，然后风在那边吹，那这个窗户关门的声音，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找那些音效，然后自己讲鼓，然后好，比如说就有马的声音来了，马的声音，反正就瞎掰那个时阵张飞来了，丢飞来了，那就是自己要写剧本，对。所以说现在回想起来蛮有趣的，也让大家现在可能新一代的歌迷再认识到不一样的王世贤大哥了，因为王世贤大哥这么有才华又会模仿，又会广播剧，又会踢足球，又会唱歌，还很会演戏。那个时候没办法了，那个时候大家真的要上一个节目不是那么样的容易，然后大家也想破头了，我几乎每个艺人都一样，如果要上龙兄弟，你必须要想很多很多才艺，打鼓的你必须要去请老师来教你打鼓，跳舞的你必须要请一些老师来教你跳舞，就大家就竭尽所能，竭尽所能。好，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是暂时的将焦点再拉回这张专辑好了。这个阶段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上岸》这首歌，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好的推荐一下。其实我蛮喜欢这首歌的，然后在一般的市场，然后当然有很多市场的那种爱情的歌曲，然后总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告诉大家，其实在情海上沉浮啊，不管你是不是上岸，上了岸还是继续努力，没有上岸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让自己的心情能够调试得很好，然后这首歌呢，就完完全全的告诉你的一些，你说它是道理也好，它是一个方法也行，对，是一个让人蛮能够抚慰心灵的一首歌曲，也可以提供所有的人一些正面的能量啦。好，那现在就马上来收听这首王世贤大哥呢收录在最新的专辑《一起去幸福》当中的这首新歌，叫做《上岸》。如果能有上岸，没有人想孤单，不管心再怎么坚强，人啊总是需要个伴。水暖山寒，爱不过短，难求圆满。别让痛往心里钻，心转一个方向，看世界就不一样。一年黑暗，一年阳光，悲伤会被时间冲淡。也许那心中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与其难过，何不对自己最宽容？没有谁是金刚不坏，能把爱看明白。痛不放开，心要如何自在？人生因为是反而精彩，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不存在。方向，看世界就不一样。一年黑暗，一年阳光，悲伤会被时间冲淡。也许那心中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与其难过，何不对自己最宽容？没有谁是金刚不坏，能把爱看明白。痛不放开，心要如何自在？人生因为是反而精彩，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原来快乐是种习惯，上了岸才明白，
痛要放开，心要悟得自在。我要的幸福不在未来，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不存在。来到是的，你现在收听到的呢，就是城市音 house 的节目。今天节目现场，我们再度欢迎王世贤王大哥。Hello， 是。那在上个阶段呢，其实王世贤大哥跟我们聊了很多过去的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跟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其实王大哥有这么多多才多艺，其中还有一项就是演戏啊，演戏哦。你觉得演戏跟唱歌对你来讲，其实演戏真的要怎么说，就是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尤其是昂档戏。对，尤其是昂档戏，你看，我之前拍那个迷似的就好多了，光意难忘，就500多集，那500多集，将近前置作业加也要2年多。前置你要前置作业，然后开始拍，然后上档到结束，要2年多的时间。然后他的状况会比较多，然后随时随地都要 stand by，你不能离开台湾本岛，那就不能做别的事情了嘛？可能录唱片都比较难。当然你可以做，但是要事先讲，对，你要沟通，然后要安排，然后长官啊，如果制作人啊、编剧啊，他必须要把你的棋啊，然后比如说你的故事啊，怎么样把它写开。支开对，难怪就是有时候演到后来就不见了，对不对？对，有很多人啊，比如说他要出国去表演啊，干嘛？还有私人的一些事情的话，那就是要靠编剧，然后怎么样写，让你的故事把它拉开，巧妙的暂时消失在这个故事当中。对，那要有人递补啊，要找谁递补啊？故事性是什么？跟谁有没有冲击啊？都是要一连贯，然后长官也很辛苦，每天晚上8点就要在所谓的战情室，对，然后大家看各台的8点档，然后大家要研究，剧情如何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如何让自己的剧情可以更刺激，然后他们又要观察演员哪里有没有到位，哪里不好，我们要随时的做一个适度的修正，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也会参考别台，对不对？然后也会参考一下，然后看自己的剧情怎么再继续走下去，跟人家不一样。对，那有时候，当然，你说，很巧，大家可能或许演的桥段都差不多，那或许我们就想，不行那我们要如何去走别条线，然后有别于别台的那些内容。对，很多啦，很多长官每天都在看戏，很辛苦，脑袋都一直在转这样子。我们是还好，我们就是每天应付这些剧本，然后如果就是你写来我就演嘛，对，然后专心专心的投入，让这场戏能够发挥到长官想要的、导演想要的一些疯狂的镜头。不过其实王世贤王大哥之前演的一些角色，通常给人感觉比较正派一点但是你在演电影《艋舺》当中的那个 Boon Cam 的那个角色是一个大反派我很好奇你当初怎么会愿意去接这个角色其实窦导那个时候他也不好意思找我了，不好意思找你，因为坦白说了，那个时候国内的电影刚起步，然后其实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制作费啊各方面，他们也不是很高，然后我这个角色说实话戏份也不是很多对啦，但是你说他重，他也蛮重，很重，很重，又要理个大光头，对，然后基于朋友的立场，说怎么好意思去开这个口，但是我们的之前的经纪人，然后发了一通简讯，他认为就说，这样子的一部电影，里面不可能没有角色给王世贤演，他希望能够跟贵单位合作这样，然后当李烈姐他们收到这简讯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哇，
对，王大哥愿意演，然后马上约时间，然后跟导演讲剧本，然后越讲，大家就越来越有兴趣了。然后我就跟导演讲说，那管训出来的应该是理一个大光头。对啊，你们有没有需要？他说，如果贤哥你愿意的话，我说那就来吧。我们演戏本来就是要写实嘛，为戏牺牲嘛，就是要写实啊。因为我曾经拍过《流氓教授》，对，然后在管训队，我也曾经听过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要理个大光头才像。然后我就不管了，我隔天我就去理个大光头了。他们都吓一跳，你卡丘那妹，对，你不好你嘛比赛啊！我就开玩笑说没有啦，我怕你们把我的角色给换掉，所以我赶快去理一个大光头。所以就接演的这一次的一个大反派的角色。不过事实上呢，也真的让很多的应该是说影迷也觉得非常的惊艳哦。哇，平常在荧光幕上面这个正气凛然的那个角色，原来也是有不同的一面。对啊，那其实演员就是要不断的接受挑战嘛，然后这样才会有经验，才有惊叹号。然后我也被窦导说服了啦。他有时候他会觉得，你长期给人家很正派的那种印象，对，那这一次呢，做一个大反差，挑战一下，那我听了，蛮有道理，那我就接受了。好，那不过呢，其实王大哥啊，这个挑战的精神，这次也拿到专辑当中来啦。也挑战了一张全新的国语专辑啊。不过这次就没有反派了，就还是让大家觉得就是你最直接的感觉，最正面的一个王世贤的感觉。对，然后只是在比如说发音啊，然后音乐的类型做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这次是唱国语的，对，然后那个氛围又是不一样，然后整个音乐类型又多元了，对，不像可能在唱闽南语的时候，很多歌曲的类型会局限在某一个框框里面，对，很难去突破它，那所以说我刚刚也讲了，我想借由这张国语专辑，能够多涉猎一些不同的音乐类型，这样子是。那王大哥，你有考虑一下，如果有下一张专辑，你还愿意出国语吗？当然愿意啊，真的哈，当然愿意啊，真的。当然有了第一张，当然绝对会有第二张所以已经有在酝酿当中了吗？已经有酝酿当中要出国语专辑哦。先把这张做好再说吧。但是有机会了哈。没有，那当然要靠各位喜欢我的，当然歌迷朋友们，然后多支持正版，然后销售量数字如果真的不错的话，老板才会有兴趣啊。当然啊，但是你本身是非常的有意愿的啦哈。好，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呢，要再请教一下王大哥哦，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公开的活动要跟喜欢你的这些乐迷朋友来讲一下？有，在7月，我们每个礼拜的周末啊，从下礼拜开始，对，下礼拜开始我们都有一连串的全省这样跑透透的一些签唱会，然后时间地点呢，详细的情形你都可以上痞客邦或者上我的脸书，你都可以看得到，都搜寻得到这样子。脸书也是搜寻王世贤这3个字就可以找得到了，对不对？没错啊。是。那不过除了签唱会之外，听说在7月28号还有一场蛮盛大的一个演唱会哦。对，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型演唱会啦。然后你个凭专辑就可以入场。是。然后里面当然先保留一些内容，对，然后演唱会的内容嘛，对，然后就是一个 live 的演唱会这样子。那希望到时候呢，大家一起来给我支持，是跟鼓励。所以7月28号，地点是在大河岸，台北的大河岸，在西门町那边，西门町对。然后只要凭着这一次王大哥的这张新专辑《一起去幸福》，等于是买到一张专辑2种享受啦，对不对？可以听。公司就想说回馈一下歌迷嘛，然后大家那么支持世贤，那世贤我们公司也要有所表现，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用心在这张专辑，足足花了1年半的时间，对慢慢的很努力的去邀请这些大师级的老师，来帮我们打谱曲啊、写词啊，然后很用心的做这张专辑，然后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对，然后来感谢说支持我们的歌迷朋友们，对，没有错，所以就请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真心喜欢王世贤的话，好好的去
来支持一下这一次的新专辑《一起去幸福》，一定会让你听到不一样的王世贤。谢谢，也是最熟悉的王世贤。Yes， 对，好，那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边呢，我们就要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要先跟王世贤说声谢谢喽，非常谢谢王大哥，谢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OK， 拜拜。恨的都是经典，那不是终点。哦，再见，加快速度，让浓雾退出视线。我不怕改变，就怕看不够远。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大胆冒险，彻彻底底改变，弃守无悔。这世界我奉陪，弃守无悔，这输赢我甘愿。高飞怎能没有风在吹？我又怎能忘了我是谁？为了梦活出一切。就是起点，就头也不回，弃守无悔，这世界我奉陪，弃守无悔，这输赢我甘愿，不怕危险，勇往直前。干脆超越极限，大胆冒险，超越高飞怎能没有风在吹？我又怎能忘了我是谁？为了梦活出一切，哦耶，也不后悔。人的潜能究竟能跑多远？可有